世界各地嘅旅客嚟呢個鎮嘅目的，大多數都係觀鯨。Kaikoura 聚集咗被列為瀕危野生動物嘅鯨魚，因為呢度嘅海洋地理係鯨魚嘅安全避風港。海庫拉鎮位於亞熱帶同埋阿南迪州相會之處，呢度水溫低，海床陡峭，斜降深度2000米，匯聚豐富海產，吸引需要大量食物嘅鯨魚嚟到覓食。另外，仲有遊客必到嘅海岸邊，可以免費無限欣賞野生無海豹。呢啲天生天養嘅海豹，傻更更咁對人類懶理不理，佢哋悠閒小睡，好似沉思或者左顧右盼，真係我見猶憐。有啲仰躺喺停車場路邊嘅石壆上，遊客千祈唔好打擾佢啊！同海洋公園嗰啲訓練有素嘅海豹相比，佢哋自由又幸福。